我会上公安。你谁要下车？有谁啊？我要上车位，这是大家公司。你为了一个票务杀了狱警，不是一个票务的问题。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为什么没买票？有计划的，在你发现就不算计划。计划什么啊？计划我现在叫真我。凭什么啊？这个计划有计划的。一个年轻的狱警被你杀死，拍到啊！对不起，这不是主任的。小心，借过，对不起，借过一下，对不起，借过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移送。大家到坐车干嘛？小心大哥，小心，大家小心，大家。一个生命葬送在你的手里，小心。好，小心哦，接地。注意一下，后面有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解送人犯哈，我们先解送。有没有后悔啊？谢谢。啊，好，不好意思。